呢啲唔講你唔知。乳癌病人可以飲牛奶嗎？2020年研究指每日一杯牛奶風險增約50%，但2025年綜合分析發現，低脂或脫脂奶反而有保護作用。結論係避免長期大量全脂奶，揀低脂更穩陣。豆奶定牛奶好？好多病人怕大豆異黃酮，但係研究證實，每日1至2杯無糖豆奶反而可降低復發風險約26%。天然大豆食物安全，唔好食補充劑就得。小提示：有痛風或者高尿酸嘅病人，豆奶屬於中等嘌呤食物，飲用前最好問醫生或者營養師。癌症配方營養奶未必人人要飲，適合食慾差、體重明顯下跌、化療期間食唔夠、均衡飲食、體重正常嘅人唔需要長期飲，否則熱量過多反而不妙。總結嚟講，牛奶揀低脂，避免大量全脂；豆奶適量安全，可以減低復發風險。營養奶只係輔助，唔係人人必須。最重要同主診醫生、營養師溝通，按照你嘅腫瘤類型、腎功能、血糖，訂做最啱你嘅飲食策略。均衡飲食、穩定體重，永遠比糾結單一食物更加重要。以上資訊由 Cindy 姨姨話你知。